名医胡乃文医师，留美的呢，在美国教过书的呢。他谈到要保暖脖子啊，保暖肚子啊，保暖脚踝啊，也可以围巾啊，要用到围巾哦，保暖脖子；用到护腰啊，保暖肚子；用到袜子啊，保暖脚踝。3个地方要保暖好，整个冬天就舒服了。越冷的时候，头部那个消耗热量最多，很多热量会从头部那边消耗掉。要戴帽子啊，还可以加围巾啊，用加围巾照顾好脖子啊，脖子、背部那边、颈部那边说有什么风池穴、风虎穴啊，要照顾好保暖的。然后来肚子，男的怕露背，背部是督脉是阳脉嘛，女的怕露肚子，肚子前面是任脉嘛。女人的肚子不保暖的，子宫会虚寒呢，不孕症的麻烦呢。女人怕露肚子，男人怕露背。背部是督脉阳脉，肚子前面是肚子那个是任脉阴脉，有阳有阴呢。阴阳五行就是中医的理论根据，配合五脏、心肝脾肺肾呢。第3个是脚踝要穿袜子，戴帽子，用围巾，用护腰，有的怕冷了，用护腰，然后要穿袜子。有的衣服不够的话，躺在床上的话觉得凉凉，背部凉凉的，那个背部下面要垫厚一点，也可以穿背心，这样背部比较不会冷的。然后呢，要护腰，天气很冷的话，护腰可以2件呢。天气很冷的话，袜子可以穿2、3层呢。怕袜子穿不进去而已。戴帽子头部戴帽子包到剩下鼻子呼吸眼睛也要看的地方也要留下来啊。半夜要起来上厕所也很麻烦的。按那个靠近脚踝的地方，下肢小腿靠近脚踝的地方，按那个穴道，按5分钟啊。小腿要按摩了，小腿是第2个心脏啊。男的怕露背，女的怕露肚子了，因为任督二脉，背部是督脉是阳脉，男的怕露背，背部要用外套盖着，趴在桌上睡觉背部也要用外套盖着。女的怕露肚了，不要爱美不包肚子，会影响到子宫虚寒呢，不孕症呢，妇女病很麻烦。下缘下身虚寒呢，会造成妇女病呢，麻烦呢。所以说女的要保护好肚子啊，女的怕露肚子哦，跟任脉有关系，前任后督，任督二脉后面背部是督脉阳脉，前面是任脉阴脉，有阴有阳，任督二脉是有阴有阳，阴阳五行就中医的理论基础，
配合五脏金木水火土。金啊，肺啊，木肝啊，水肾脏啊，火心脏啊，土脾脏消化系统，脾胃消化系统，心肝脾胃肾。火木土金水，要叫五脏，五脏配合五行配合五脏，加上阴阳。脚踝也要保暖，穿袜子；脖子也要保暖，用围巾。还可以戴帽子啊。天气越冷的话，有寒流的话，很多热量都从头部消耗掉，要戴帽子啊。